近日，娛樂圈被一則重磅消息炸開了鍋。昔日 TVB 當家花旦唐詩詠，在眾人毫無察覺之際，悄然步入婚姻殿堂。這場婚禮不僅因奢華程度引發廣泛關注，更因背後長達8年的地下情、新郎神秘莫測的百億隱形富豪身份，以及半山婚房裏藏滿的愛情密碼，成為大眾熱議的焦點。就連他的閨蜜黃翠如都忍不住淚灑現場，直呼他瞞了我們所有人。一切源於一張在網絡上迅速傳播的照片。照片中，唐詩詠身着一襲由國際頂級設計師量身打造的婚紗，站在一片如夢似幻的花海之中，宛如童話中走出的公主，笑容甜美而幸福。而更令人震驚的是，這套婚紗的價值竟高達億元，瞬間在網絡上掀起軒然大波。網友們紛紛化身偵探，試圖從這張照片中挖掘出更多信息。有人猜測新郎必定是身家拔飛的富豪，才能讓唐詩詠如此傾心，不惜重金打造這場夢幻婚禮。也有人好奇，這位能讓唐詩詠甘願隱匿8年戀情的神秘男士，究竟有着怎樣的魅力？隨着討論的深入，更多細節逐漸浮出水面。原來，唐詩詠與新郎的戀情早在8年前就已悄然開始，兩人一直保持着低調的地下情，從未在公眾面前露面。這場婚禮不僅係他們愛情長跑的終點，更是新生活的起點。然而，新郎的身份卻始終是個謎，只知他是一位百億隱形富豪，平日旅行時極為低調，鮮少在媒體前曝光。回溯唐詩詠的演藝生涯，他曾憑借多部熱門劇集中的出色表現，贏得了觀眾的喜愛與認可。在事業如日中天之時，他的感情生活卻始終保持着神秘。直到近年來，隨着與馬國明等好友的頻繁互動，以及在一些公開場合的微妙表現，外界才開始對他的感情狀態產生好奇。但誰也沒想到，這場看似無果的猜測，竟在不經意間迎來了意想不到的轉折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唐詩詠與新郎的相識源於一次偶然的機會。當時兩人都身處異國他鄉，因一次公益活動而結緣。從最初的青澀相識，到後來的相知相愛，他們的感情經歷了時間的考驗，也經歷了外界的種種猜測與質疑。但無論外界如何紛擾，他們都始終堅守着彼此，用實際行動詮釋着愛情的真諦。在這8年的時間裏，唐詩詠與新郎的戀情始終保持着低調與神秘。他們很少在公眾場合提及彼此，也從未公開過任何合照。但正是這份低調與神秘，讓他們的感情更加純粹與珍貴。唐詩詠曾在一次採訪中隱晦地提到，自己一直在等待一個對的人，一個能讓他安心依靠的肩膀。如今看來，這個人終於出現了。婚禮之後，唐詩詠與新郎的半山婚房也成為了公眾關注的焦點。據傳，這座婚房不僅地理位置優越，環境優美，更隱藏着無數愛情密碼。從門口的定製門牌，到屋內的每一處裝飾，都透露出新郎對唐詩詠的深情厚意。走進婚房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面由兩人合照組成的照片牆。這些照片記錄了他們從相識到相愛的點點滴滴，每一張都承載着滿滿的回憶與幸福。而婚房的每一個角落，也都擺放着兩人共同喜愛的物品，從書籍到藝術品，無一不彰顯着他們的品味與默契。更令人稱奇的是，婚房內還隱藏着許多只有兩人才能理解的秘密。比如，在客廳的一角，有一幅看似普通的畫作，但仔細觀察便會發現，畫中的每一筆每一畫都蘊含着特定的含義，只有唐詩詠與新郎才能解讀其中的奧秘。這些細節無不透露出新郎對唐詩詠的用心與心情。據說，新郎為了打造這座充滿愛意的婚房，親自參與了設計與裝修的每一個環節。他希望這座婚房不僅係一個居住的地方，更是他們愛情的見證與延續。而唐詩詠在看到這座婚房時，
也感動得熱淚盈眶。她知道自己找到了那個願意為她付出一切的人。在這場看似低調的婚禮背後，最受衝擊的莫過於唐詩詠的閨蜜們，尤其是黃翠如，在得知好友結婚的消息後，更是情緒激動，淚灑現場。她直言：他瞞了我們所有人，我們一直以為他還是單身，沒想到他竟然已經悄悄地結婚了。黃翠如與唐詩詠相識多年，兩人不僅係工作上的好搭檔，更是生活中的摯友。在唐詩詠的感情路上，黃翠如一直扮演着傾聽者與支持者的角色。然而，這次她卻成了最後一個知道好友結婚消息的人，這讓她感到既驚訝又失落。在婚禮現場，黃翠如緊緊握着唐詩詠的手，眼中滿是眼淚。她感慨地說：我真的為她感到高興，她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幸福。但同時，我也有點難過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好像錯過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。除了黃翠如之外，唐詩詠的其他閨蜜們也紛紛表示驚訝與祝福。她們雖然對唐詩詠的戀情有所察覺，但從未想過會如此突然地收到結婚的消息。不過，在驚訝之餘，她們也為唐詩詠感到由衷的高興。畢竟，能找到一個真正愛自己的人並不容易。儘管唐詩詠的婚禮已經圓滿落幕，但關於新郎的身份，外界卻依然充滿了好奇與猜測。有傳言稱，新郎是一位來自商界的精英人士，不僅身家豐厚，更在業界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。他之所以選擇低調與唐詩詠結婚，是因為不想讓外界過多關注自己的私人生活。也有消息指出，新郎其實是一位低調的藝術家，與唐詩詠因藝術結緣。兩人有着共同的興趣愛好與追求，在藝術的道路上相互扶持，共同成長。新郎之所以選擇隱匿身份，是因為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得到更多的關注與認可，而不是因為自己的身份而受到外界的干擾。面對外界的種種猜測與質疑，唐詩詠與新郎始終保持着沉默。他們沒有公開回應任何關於新郎身份的問題，也沒有透露任何關於婚禮的細節。這種低調與神秘，反而讓外界對他們的感情更加好奇與關注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唐詩詠與新郎之所以選擇低調舉辦婚禮，可能是出於對新郎身份的保護，也可能是為了避免過多的外界干擾。畢竟，在娛樂圈這個充滿誘惑與壓力的環境中，能夠保持一份純粹與真實的感情，實屬不易。而新郎的神秘身份，也為這段婚姻增添了幾分神秘與期待。在探討唐詩詠的婚禮之餘，我們也不得不回顧一下她的情路歷程。作為一位在娛樂圈摸爬滾打多年的女星，唐詩詠的感情生活一直備受關注。她曾與多位男星傳出緋聞，但真正公開承認的戀情卻寥寥無幾。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，便是她與馬國明的乾兄妹情誼。兩人因合作多部劇集而結緣，關係親密無間。在馬國明的婚禮上，唐詩詠更是因情緒失控而引發爭議。然而，對於這段關係，兩人始終保持着清醒與理智，從未越雷池一步。他們深知，在娛樂圈這個複雜的環境中，能夠擁有一份純粹的友誼已經實屬不易。除了馬國明之外，唐詩詠還曾與多位男星傳出緋聞，但每一段緋聞都未能修成正果，讓她在感情路上經歷了不少波折。然而，正是這些經歷，讓她更加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麼。她不再追求表面的光鮮與華麗，而是更加注重內心的感受與需求。對於唐詩詠來說，這場婚禮不僅係對過去8年地下情的圓滿總結，更是她未來幸福生活的開始。在經歷了種種波折與磨難之後，她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歸宿。而新郎的神秘身份與半山分房的浪漫細節，更是為這段婚姻增添了幾分神秘與期待。在未來的日子裏，唐詩詠或許會逐漸淡出娛樂圈的聚光燈下，
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與生活中。他可能會選擇減少工作量，多陪伴家人與朋友，也可能會嘗試一些新的領域與挑戰，讓自己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。而新郎也會成為他最堅實的後盾與依靠，他會在事業上給予他支持與鼓勵，在生活中給予他關愛與呵護。兩人會攜手共度每一個美好的時刻，共同面對生活中的挑戰與困難。隨着唐詩詠婚禮的曝光，媒體界也掀起了一場不小的熱議。各大媒體紛紛報道這一事件，從婚禮的奢華程度到新郎的身份猜測，再到唐詩詠的情路歷程，無一不被媒體深度挖掘與解讀。然而，在這場熱議中，也不乏一些謠言與猜測。有媒體報道稱，唐詩詠的婚禮之所以如此低調，是因為新郎家族對娛樂圈存在偏見，不願與媒體過多接觸。也有消息指出，唐詩詠與新郎的戀情其實早已曝光，只是兩人一直選擇隱瞞而已。面對這些謠言與猜測，唐詩詠與新郎始終保持着冷靜與理智。他們沒有選擇公開回應任何謠言與猜測，而是用實際行動詮釋着愛情的真諦與生活的美好。他們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，真相也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浮出水面。對於唐詩詠的粉絲來說，這場婚禮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驚喜。他們紛紛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了對偶像的祝福與期待。有的粉絲表示，終於等到你結婚了，希望你能夠一直幸福下去。有的粉絲則感慨地說，8年地下情終於修成正果，真是太不容易了，祝福你們。同時，也有粉絲對唐詩詠的未來生活充滿了期待。他們希望唐詩詠能夠在婚後繼續保持自己的演藝事業，為觀眾帶來更多優秀的作品。畢竟，唐詩詠的演技與顏值都備受認可，她的作品也一直深受觀眾喜愛。不過，也有粉絲表示理解唐詩詠的選擇。他們認為，在娛樂圈這個複雜的環境中，能夠找到一份純粹的感情並不容易。如果唐詩詠選擇淡出娛樂圈，專注於家庭生活，他們也會全力支持她的決定。回顧唐詩詠的婚禮與情路歷程，我們不難發現，愛情的真諦並不在於形式的奢華與張揚，而在於兩顆心的相互理解與支持。唐詩詠與新郎的8年地下情，雖然充滿了神秘與低調，但卻蘊含着無盡的深情與厚意。而這場低調而奢華的婚禮，更是他們愛情最好的見證與詮釋。在未來的日子裏，我們期待唐詩詠能夠繼續保持自己的優雅與從容，用一顆平和而堅定的心去面對生活中的每一個挑戰與機遇。同時，也祝願他與新郎能夠攜手共度美好時光，共同創造屬於他們的幸福未來。願每一個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歸宿，與心愛的人攜手共度美好時光。在這場充滿懸念與爭議的婚禮背後，我們看到了愛情的力量與美好，也感受到了生活的無限可能與希望。